你敢会惊？会。为什么会惊？雷击。你感觉无意外，因为你感觉后一步你唔知会有啥物代志，敢是？迄种未知的惊吓、未知的恐惧，各位浅显，你有过吗？你知道这些的恐惧来自于，因为我们失去了心灵的依靠。咱想看卖，咱伫里天，咱摕着行李，坐着咱所谓未来的客机，搭上了这一班来到人世间的客机，咱手头老母娘的一个，老母娘讲太贵，等下日转来，成功了完，他就来甲你报告。咱敢有想过老母娘伊有敢要目屎，伊会烦恼着囡仔，你当时会平安倒转来。各位浅显，咱敢有法度平安倒转来？